先恭喜班委一下，给他。我想，谢谢这一阵子班委对球队的帮忙。奥运是一个很大的诱惑啊，对每一个运动员来讲很难去拒绝这个比赛，而且对每一个选手来讲，这个是一个莫大的荣誉，因为国家征召嘛，国家征召能够征召都是国家的一时之选，一定是最顶尖的选手才会征召去打奥运。所以我在这里也祝福就是墨西哥有一个好的成绩。那也祝福班威这一次去打奥运有好的表现。哦，Pinky perfect。没有啦 ，Man。Hello, Fubon fans. This is Manny Banwei. I just want to say that I got to live. Today is a really sad day for me because I will participate in the Olympics, playing for Mexico, for my country. It's very exciting for me, but at the same time it's sad. So I will live. I will miss you guys. I will live. I will miss my team, my coaches, everybody here. Everybody has been great with me, and I will miss you for sure. Good luck with everything, and I hope to see you soon again. Man, see you. 拍疫苗进前要注意，如果有发烧、急性疾病的人，请等到病情稳定以后再注射。曾经有血栓、血小板相关病情，或者是对疫苗有过敏反应史的朋友，注射进前一定要先请医生评估，教人甲你讲的话爱听哦。接着。接种站的医护会先进行健康评估才注射，接种之后在现场至少休息15分钟再离开，还要自己监测15分钟，不要揉伤口，觉得酸痛可以适度的冰敷，多喝水，多休息。如果持续发烧超过48小时，就要尽速就医。但是最重要的是，报到接种记得要带双证件，安心稳定不求快，每一个步骤做到位，一起把病毒吃掉。我希望今年能够为富邦拿下第1座总冠军。很努力的去做练习，能够在今年一个好的结果。我希望今年能够为富邦拿下第1座总冠军，继续加油！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期待自己能够带领球队往更好的方向前进。当然，今年是自己第4年担任队长。那虽然每年就是成绩都不是我们预期的嘛，但我们大家都是很努力的拼下每一场比赛这样。那希望说今年可以拿下更好的成绩，也祝大家身体健康，谢谢大家。当然，每一年球队的目标都是总冠军，所以今年也还是一样。那去年其实就差1场，也是希望延续去年下半季的这个气势，还有求胜意志到今年，然后达成我们去年没拿到的目标。对。季后进行了很多补强，不论在洋投方面，还有其他队的球员。这边可以谈一下说，目前洋将这边
羊头的，对，今年因为有去年的经验嘛，在疫情的阶段，其实要找洋将中间的这个程序非常复杂，也需要很多时间，然后来这边也需要更多时间去调整，所以其实早一点来，有经过完整的春训的话呢，其实洋将的状况都会比较好，然后也是以备不时之需吧，就是可能有洋将如果是受伤或是调整不及，其实都至少比较有把握，在开季是有3个状况不错的洋头能够帮助球队拿着好的成绩这样子。对。有预计什么时候他们会跟着一起？其实程序都陆续在跑，所以希望下礼拜开始就有洋将可以到。对，那当然每个人时间不一样，但是希望在2月底前所有的洋将都可以到齐这样。对。